最近有袂少人拢有看过即期即个电影预告片，叫做《乌熊来》啊。用11年的时间去筹备甲拍片，即个导演麦觉民希望讲会使透过影像，互大家更加了解台湾乌熊甲生态、台湾这片土地的关联性。即个制作团队甲乌熊妈妈，也就是黄美秀老师呢，搬山过岭，就是为了要翕即个研究乌熊的过程的各种的点点滴滴。即个影片，佫有找即个陈绮贞配音，还佫呢请即个陈升做即个主题曲。期待讲即个纪录片会使互更较一人了解古水的台湾乌熊。神出鬼没，隐蔽在云雾缥缈的绿林深处。黑熊来了。这片山林内面有带着身边的台湾乌熊，而原本应该安心生存伫这乌熊，却面临种种的灾难。之前2只母熊都断掌，我就是会难过。人类因为私心伤害无数的熊，嘛，互这个应该伫食物链顶端的大动物，却面临灭绝的命运。用11天的时间筹备甲拍片，导演未甲明，希望会当透过影像，互大家更加了解台湾乌熊的生态，甲台湾这片土地关联。影片找来陈绮贞配音，嘛请诞生制作主题曲。让台湾黑熊跟其他的野生动物不要受干扰，无痕山林的这样的一个传达。希望透过纪录片，当互更较侪人认识甲咱共同住伫这片土地其他动物，而且了解因同款有生存伫这的权利，咱应该互这动物更较自在生活空间。